喺我讀中學嘅時期咧，我就開始返城浸；而喺大學嘅時間咧，我就受浸加入教會。喺職場上面，特別喺日常嘅工作咧，對信仰都真係有好多衝擊同埋挑戰嘅。例如好多警署咧，而家都仲有拜關帝嘅儀式。感恩咧，神俾我喺加入警隊之前咧，就已經認識佢，等我咧可以識得點樣靠住聖經嘅教導咧去做嘢，亦都有屬靈嘅智慧咧，可以識得點樣應對日常嘅工作。另外我要感恩嘅咧就係可以喺職場上面咧有職業嘅團契，而當中咧可以同其他基督徒同事去分享日常工作嘅感受同埋困難。佢哋唔單止明白我，亦都俾好多有用嘅建議我，互相支持，彼此激勵。粗略估計咧，而家有參與我哋警察團契嘅人咧，佔整個警隊嘅人員咧係唔夠2%。相信咧有好多基督徒咧都冇參與嘅。當然有更加多嘅咧就係仲未認識主耶穌。所以咧我都有積極咁參與團契嘅工作。希望咧有更加多嘅同事咧可以認識主，將福音咧帶俾身邊嘅每一位同事。如果你都有職場嘅團契，我都鼓勵你可以參加。又或者喺你工作嘅地方，發掘一下會唔會有基督徒喺你身邊。可以嘅話，邀請2-3位同事組成小組，一齊分享，彼此代禱，喺職場上面互相扶持，彼此激勵。